啊，咁樣轉筆啊，轉筆，轉筆啊，即係咁樣啊，轉啊，轉啊。轉住佢落啊！轉住唔好就咁直落啊！轉住佢落。嗱，呢啲好高檔嘅啊即係已經係轉住佢啊！嗱，轉住佢啊！轉住佢咁就得㗎啦啊！唔使話學到嘅，你總之你掌握咗之後咧，你第日慢慢一寫得快咧，你分分鐘會有陣時仲好過佢啊！睇下呢度啊，睇下呢度轉啊，唔好睇我筆鋒。一開頭轉到咁轉，即係嗱，其實呢啲叫撥燈法。即係燈芯啊，即係點燈嗰啲燈芯嗰啲啊，撥燈法啊。嗱，阿 Jennifer 姐姐咧，你又未學過啦。依家你一喐手咧就用呢啲入腦咧，呢啲叫咩咧？呢啲叫做童子功啦。即係話咧，你乜嘢都未有壞習慣，一就即刻轉咧就會好嘅，好過嗰啲咧，即係枕住手慢慢油咁去寫嗰啲咧。但係你叫佢轉咧，佢轉得好辛苦㗎嚇，同埋揸住啲酒樓菜單嚟寫餐死咁嗰啲咧，又話你冇壞習慣啊嘛。咁不過都係要練下嚇。是啊，你睇佢，因為咁轉咧，所以佢勾起咗嚟。因為咁轉，所以佢勾起咗嗱，勾起咗㗎係嘛？你慢慢去提去畫嗰啲描咧，你會描得好辛苦。你咁轉咧，你就唔使咁辛苦啊！轉。平。咁樣轉佢落嚟嚇，轉嚇，轉。即係呢張人。
就係咁咯。